来镜头锁定的台湾，来看这位英国的歌手洪发爱德，去年到高雄开演唱会，徛伫圆环一间阿嬷面店的这个头前来翕相。结果这个阿嬷面店引发着讨论，讲这间是老店，开一架子啊，因的阿嬷面真好食。另外，南韩有一个男子团体成员，日前到高雄办见面会，伊到真金去食牛肉面，伊学咯，这是台湾第一牛肉面。这个国际级的明星到高雄，嘛带动港都的美食做伙出名。英国创作歌手洪发爱德休闲清茶对镜头笑起来，这是去年来到台湾开演唱会时翕的。最近抛弃到 IG， 这一张相片，然后大家拢介金上。后壁这间阿嬷面店，嘛有买将拢讨论甲嚟试试，真侪人叫起来就知影是高雄圆环美食，因为这间店伫咧在地烹超过1架子。新鲜鸭肉 Q 底有面，参豆菜搁3层出，看起来介好食款。我们是全大骨去熬的。配一碗用大骨落去贡汤，这个组合虽然用料真简单，真侪在地人拢讲，保证你食落贵人照轻松，都含洪发爱德嘛介意煮一味。他那天也是吃面嘛，还是哦，你没有注意。就是表示说他认为好吃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应该是这样想了。洪发爱德爱食料理，搁有三明区这间火锅店，伊的汤头芳个顺。洪发爱德搁特别招待歌迷来遮食饭，若爱食高雄料理的，搁有伊。牛肉面芳上桌，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归贤，随当地眼要去嘴里，看伊食甲簌簌叫，就知影伊真介意煮一味。你吃上过不出？进前规县到高雄办见面会，特别曝光去食牛肉面，搁伫咧影片拍台湾第一牛肉面。这间店伫咧高雄真金，讲过肉质有力，汤头清甜，牛肉面含排骨面，不管是火锅，或者是鸭肉面含牛肉面，港都美食让真欢喜有得到国际名气认证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